也了不了生死的。二三天呢，就有水灾啊，这个火灾过去了，水灾就来了。这个水呀，天连水是水连天，因为吧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了啊，都变成水了，烧过去就变成水，火过去就来水了啊，因为水才能把这火给制住，可是水来的也大了。淹到二三天的天人又都给淹死了。哇，你说说，这修了几千万年，升到二三天啊，这回也都完了。这简简单单讲，要去详细